推动关山头摆屯骑天马游览安尼嘅风潮带起来。不过，更加全台湾路安分骑天马游客也冇听错爱去关山去，又到推动北片呢，自从北龙太头韩国南片嘅路野也希求网页书欢迎，也很多年来韩国少年会注意到关山的哟。为初多嘅上人客，同时更让头摆日爬爬骑骑的屯关山太尊做起来。关山农会连续3年，路盼一个游龙树谷关山尊的发通。关山太尊民国37年开始做嘅10年能做好，系各农夫以付出13年出公共来作为，系由风采太乙屯水准大发业，向用爱出公共来顺水路来修正，等上做啊个野味能拿嫩火把鬼路卡喎，对正方看那过去路冲山方有一条火龙。那么关山天气上做松时节，如为按部头看灯笼去洋街安尼嘅方式来庆祝，故所希望大帮安尼嘅活动，也给全台湾人口青少为准，为韩国闹热，未强强证明嘅感情。落嚟水界素食暗部，一群人伫关山妈祖庙祈祖，用吹瓜布做嘅神灯笼入行入，还有人讲联动谈每个丢，未系吹瓜布做嘅。游行家拢有一条龙，啊，今年贴片吼，你啊龙吼，大概都请个吹瓜布，用吹瓜布吼做起来一条龙。原来关山日唔系正日办款灯笼，系做起当年为第数十节两暗部款灯笼出来游行庆祝国庆。头摆我哋世界下吼，双十国庆哦，我哋要提灯笼游行庆祝国庆啊。那时候要游街要庆祝国庆，灯笼、火把、花车吼啊，全部弄伫咧街路诶啊行。为多嘅在嗰展现出小军透过嘅春图，每项银行去关山了，都会贴片结合的孙天水来盘有六树谷关山尊嘅发图，为小军嘅日在嗰会妹做上嘅身份。为中医未了解得到关山老年冇空中嘅素材。头摆太感人呢，为吃东吃饭，哦，来呀顺水路啊，结合到呀双十国庆提灯笼游行哦，所以它变成一个变做一个按部头的活动哦，大家拿点灯笼来顺水准。游客来这边吃到那么好吃的饭的时候，我们想让他去知道关山的饭为什么那么好吃。农户的新天水到底是在寻什么？农户到底都在忙什么？我们一直想说有这个机会，把客人也带到我们的田边去。溜溜嘅秋风饮水，亮起嘅天空，虫儿叽叽滚，怪个叽叽呱呱，还有冲嘅转狗水，真正系糖豆人为欢为醉嘅天然高雄哦。好了，水高，是看水高啊水。等一下，照一下啦，照一下。有科罗。你看它里面没有水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想要水的时候，它就要把这个袋子把它用过来一点，石头压住，水就会流进去。没有，应该是这样讲。如果它要水的话，它这边鼓高一点，把水灌进去。不但少落水位上好多发图，不过更重要孙天水冇连水落到嘅太未求容而去。台马前嘅银行咧，一盞就一盞嘅燈籠火，接雜，暗用嘅暗部石頭，真驚動聲音。好，你们有开始听到水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关山圳哈。我有看到青蛙、瓜牛、树枝跟花，然后水又很大。怎么太新颖了？体验讲就较适是咧哦，来天太到太热了，突然就去生产水的经验，用这些人第二个因为是米用们落来的。沿路上的话，其实你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投入在地的一些那个回馈他们的乡里，那么进而把关山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，甚至一些历史背景，那么也分享给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。那我们也希望借由每年的10月份这样一个夜游关山郡的这样一个活动，能够创造更多的观光的资源跟观光的产业，让我们还有3年做的留在自己的家乡。
关山台船全长19公里，占地2800公顷案发嘅天，水准烟头係比南海上節處女屯，早期建落提水高後，水準大快梯，除為咗比重，係每家每戶填出為咗至3年出嚟提漲，出係豐富。總係對20頭漲到吞戶，增加嚟咗功夫，順利轉交政府下，人人看下個戲，出場係一條火流肉。比頭大梯，個水準冇水咧。就會發動做鋼管，按嗰個水準基線要上錯，咪個拍錯，全部做鋼管，嗰就冇錢嘅事啦。冇出來是冇俾人罵啦，嚇嘛即刻嘛派蛇啊！3分天係嘛出一屆，兩三級天級個天係嘛出一屆，咁樣用做嘅本機用嘛，2、3趴還是3開。個係開去吞個大嘅，硬安尼做起來啊！關山台船全係英國來快來漲，對民國37年就開始做，一直到47年就辦好。關山嘅農業全是時機。佢一台船落去哦，近當跳下個當就水天，冇跳下嘛水天就關山咧分腳後背跳下上來，鐵路內片啊咧。差不多你要1/10點啦，有水就有法度啊。條擺冇水準的時候，所有的田哦都冇乜個加施啦，種冇事啦，哦，我用關山台船開以後，啊農民的生活將會更好。準備東埔河壩5廠水流有機，排水溝後，廠頭都係難滾滾啦。民國79年。關山台船穿沙區快好咧，排出嘅沙要直接流轉到河壩度，按樣今天嘅水就會係強力嘅。我想因為農民嘅田水條會切到，後來沙係排沉落去沉沙子地尾，吼，啊禮拜1、禮拜4讓嚟排沙嘅。準備老祖公安大表長入關山台船，準水一個滾，準備2天前天，自讓嚟農作，有嚟安動年。農業發通嘅後輩係希望下當年來認識關山船，記得是水外大洋水源頭，受雇關山船，其實咪係受雇人天橋，老土地好概念。